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婷。今天要来画的这首歌是许富凯的《咪就陪》。那咪就陪在北部，我自己平常讲是讲咪陪，也就是棉被的意思。然后这首歌就是新式台语歌，然后甜甜的、暖暖的感觉。那今天就特别装扮了一下，有没有那种温柔小姐姐的感觉？但是不能讲我是村姑，因为我是温柔小姐姐。今天要来创作这幅《咪就陪》，我自己非常的期待。那一样是在家里创作，然后这一次也是选择用抽象画的方式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画吧。都讲是咪就陪了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要充满着黄色的颜料。然后来挑几个黄色的颜料来调色一下。现在就是先把要的颜色挑出来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，就是它是一次性的调色纸，然后它防水。不会透过去，然后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撕掉丢掉，不然那个调色盘真的是超难洗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调色。这个颜料是新的，然后它都会有这个膜，要拆掉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充满着各种黄色、驼色、咖啡色、米色的一幅画。那最重要的就是拿来调色的白色，非常的重要。很多颜色都需要调到它。好，那颜料第一次挤大概就是这几个颜色就够了。好，那我们来上第一层的打底。上一层很暖的颜色的底，就是暖黄色，所以会有点看不太出来。接下来要第二次的打底。衣服啊！天哪，怎么今天又有这种紧急状况？到底要先救我衣服还是先救我的画呢？先救画好了。天哪，我本来很有信心，觉得今天穿白色衣服不会勾到，结果灰色的这个颜料一挤它爆开了，傻眼。关机。刚刚处理完了我刚发生的突发状况，我决定还是不要给小好了，就来穿一下围裙。这是我平常煮饭在穿的围裙。白色衣服真的好危险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来作画咯。好，这边我来跟大家讲一下。中间今天的画法是比较像马赛克的画法，因为它是这样用点的，刮取一些颜料，然后是这样用点的，让它有不同的黄色做交叉，这样慢慢的画出来的。那有深有浅，在中间的地方做这样的点缀，一个不小心太专心，画太快了，然后现在已经完成80%了，给大家瞄一眼。其实是我自己吹毛求疵，想要再加一点细节，这是我个人作画的习惯。那其实因为抽象画本来就没有
答案，所以其实你要说这样完成了，其实它也就完成了。但我再加工一下，就可以完成了。那我们继续把最后的部分画完。没错，我又用了很快的速度完成了抽象画。因为抽象画其实它就是没有答案嘛，因为在我的影片里面讲过很多次，它没有答案，所以它画的方式，它也可以画2笔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抽象画。它也可以画得很细，就像我身骑白马那一幅一样，很多密密麻麻的，那也是抽象画。那今天选择用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用刮刀，然后不做整面的刮涂，只用前面指尖的部分，慢慢去画出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当然，远看是不是看不太出来？近看的话，它就会有很多的细节，然后它会有很像马赛克，有很像鱼鳞的感觉，然后都是以黄色调为主。后面的背景呢，越旁边就是越晕染的感觉，中间这样子才会有聚焦主角的一幅画的呈现。这个就是我平常比较习惯的构图，因为抽象画我也有画过，就是整张都是像这样子的这一块，但它整个看起来就是没有重点。那今天呢，这幅年照背泥就皮，我就是选择用黄色暖色调，然后还有搭配中间点缀的金色，来呈现这一幅我觉得年照背泥就皮这一首歌应该要有的暖暖的、简单，然后又有一点甜的感觉。好，那这是今天这一幅泥就皮。我最里小小的温暖的泥就皮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！同场加印，因为我的颜料还剩一些，然后我觉得很浪费，来给大家示范一下什么叫做画2笔就是抽象画。哇，这样很多笔了。还有金色，有没有很抽象？看不懂了吧？这就是抽象画，不用懂，